家好，我是 Lisa， 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美国免费的语言课程吧。娃娃 TV。前一阵子啊，一直有人问我一些有关美国免费的语言课程的问题。其实我一直很不解，他们是从哪里找到这些资讯的？美国很多社区大学呢是有免费的语言课程，没错啦，这个呢叫做 Non-Credit ESL， 也有一些免费的其他课程，这个呢叫做 Non-Credit Classes。但据我了解啊，这些免费的课程呢，都是提供给美国当地的居民，或者是拥有合法在美居留签证的民众的。这其中呢，不包括 B1、B2 的商务或观光签证。所以不是拿商务或观光签证的朋友们呢，到美国可以去申请这种免费的课程来打发时间哦。好，那我提到的这些来咨询我的朋友们呢，他们基本上都是想要拿 B2 的观光签证到美国来短期游学几个月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说呢，是听朋友说啊，或者是在网上看到有一些部落客说他们有用这种方法到美国免费读语言学校的经验。我也上网找了一下啦，真的有部落客有分享这种经验，而且还不止一个。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申请，又是怎么申请通过的，不过美国移民局明确规定，拿 B 类的签证呢是不允许在美国有上学行为的，而且学校也不会发学生签证给你，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照理说呢，学校应该是不会录取你让你去读才对啦。但很多人喜欢偷偷的来，有一些学校呢可能也接受这种行为。网上是也有一些人说啦，很多这种 non-credit 的课呢，学校是不会查身份的，所以我想那些部落客们应该就是这样去读的吧。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啊，如果你是用 B2 签证申请成功的话呢，那你到美国来过海关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提到自己是来读书的。毕竟拿观光签证到美国读书呢，这个行为是禁止的。所以请答应我，不要这么白目。如果海关问你到美国来干嘛，请千万不要说我是来读书的，不然你很可能会被他送到小房间，然后直接遣送回国的哦。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还没订阅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